心神毋通伤过磨。有人食甲真老，心神又怨总惊，不只有怨气，大大地活动。迄个原因是啥货？是因为伊养心的法度甲平常人无相同，伊心肝不时空虚，无伤过磨。亲像迄个竹仔篮，风若一个来就有声，风若点就拢无声。亲像鸟仔若飞对壁仔顶来，迄个影会照落水面。若一个飞过，影就无看见。咱人看到目睭前的代志，心肝就会震动，想起迄项代志。代志若过了，心肝也随时放开，无搁想伊。若不时枯寂迄条代志，咱的精神就自然的过磨。精神若过磨，元气就会衰弱。食甲真济岁还会搁活动的人，伊是袂晓得想即个养心的秘诀，所以活动的源头，迄个心神拢完全伫